家人们，你们可曾想过，我们距离就这地方了，生意不错啊，还有多远？一步，仅仅一步之遥。而这一步，就是我今天要向大家介绍的天庭御品金丹再造丸。我们这仙丹可不一般，它是有祖传天庭配方秘制。哎，这个天庭同款仙丹啊，直接免费试吃。你咋证明这是天上的仙丹，不是地里抽出来的泥丸呢？好問題，為了打消大家的顧慮，旺財。旺財，他是一隻癱瘓多年的小流浪，太可憐了。這狗肯定不行。你看它都站不起來了。來，旺財，是。神藥，真的是。我買10盒，我也來2盒。這真是仙丹？我看過了，狗是小天犬。托兒啊，這拿到證物還不拿你二郎神？上！這些都可以幫助助人美。看見了嗎？已經有迫不及待的觀眾衝上台想要下單了。誰迫不及待了，小三毛？啊，告訴你我們是誰，嚇死你！自我介紹一下。我們是仙丹管理局的，跟我們走一趟。你們不是仙丹管理局的，你們是誰？快說，丹藥配方在哪兒？住手！誰敢動我三哥啊？我來幫你搖人兒。這小天犬是真夠啊！你是3尖2人刀，你們也是欺凌？別廢話，把配方交出來。賣個保健品怎麼跟客人打起來了？你咋才來？他們兩個想搶我們的配方。什麼？敢搶？變！嘿嘿。1000年了，杨姐，你怎麼還這麼嘚瑟呢？猴哥，你咋來了？咱可有段時間沒見了，這次必須得喝2杯。滾！我跟我這小兄弟有2句話說。那我去準備哈。這。就是這個感覺，真沒想到啊！之前你13500斤，這化成人形竟然是個白面小生。大聖，你怎麼來了？我聽說老君給你打了火眼金睛，還送了丹藥法寶，那我也得表示一下。大聖，老君那是……噓，不用跟我客氣。我來就是來教你變成棒形態的口訣，省得你被人欺負。看好了，我只來1遍。什麼來着？我也忘了。啊，算了，反正都在上面寫着了，自己看吧。我的使用說明書。還有這個。這又是拉霧，這個呢是我平時換季時候脫毛組成的毛團，每一個毫毛呢都能變成一個迷你悟空。如果一旦遇到危險，就揪2根，
太棒了，謝謝大圣。哎，不用谢我，只要日后闯出祸来，不要提起我的名字就好了。总之，凡事小心。嘿，啊，这只是一个虚应而已啊，那就把二郎神喝退了。猴哥还是有气场，我都没敢吱声。猴哥，别老正事，咱喝2杯。猴哥呢？走了啊，走，咱们喝。哎呀，我说实话，太尴尬了，我不知道你是猴哥的人，你知道吧？早说猴哥也想做这生意啊，那配方你们随便用。大圣这么有面子。这么说的话，那我们还有个事儿。喂，杨戬，他们2位啊是天庭世袭招讨使，是给天庭办事的，你得给天庭面子啊。我知道天庭呢对不住你，但是你只要肯回天庭，条件任你挑 ，OK？ 是条件的问题吗？我当时为什么走，你还不知道吗？傍晚6点下班，回家吃几颗仙丹，如此生活3000年，直到大厦崩塌。如此。哎哥，你说咱跟天庭干了这么久，咋还能被优化呢？优化的就是干得久的，因为咱们工资高，不然怎么给那些新人腾那些薪资空间招人呢？你这样，咱俩分头行动，各找出路。哎，等，你二郎神，啊，我哮天犬，啊，咱俩分头找出路。那我不流浪去了吗？我，没事儿，没事儿。我哥，啥没事儿？你得养我你。哎，以后不定咱俩谁养谁呢。后来的事儿你们也知道了，我靠哮天犬卖保健品发家，现在天庭缺人，想起我来了。恕杨某有事在身，请回吧。这可由不得你了，你把手机拿出来看看。我上热搜了，你看这。二郎神售卖劣质保健品。二郎神啊，你卖的这个宇智仙丹呀，虽然啊吃不死人，但是一点儿效果没有，就相当于安慰剂呀。你们以为这样就能毁了我？知道我的配方是哪儿来的吗？天眼查嘛，51次。堂堂二郎真君淪落至此，这丹方拿去作为交换。你被骗了，配方确实是假的。老君，好手段呐！这是让我没脸做人了呀！哈哈哈！你要哈觉得拉不下脸做人，那你可以回天庭做神嘛。不，怎么做神的底线比做人还低吗？二郎神保健品暴雷，天庭正品入驻灌江口。我妈说口感和之前一模一样。灌江口，开启灌江口养生。灌江口人民喜迎老君入驻。